连年今少老优秀。欢迎我们的 JOE 大大以及我们的皮基呢小蘑菇都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先给你们一个掌声鼓励鼓励哦，感恩。先帮我按个赞哦，没错，先帮我按个赞哈。咱等下呢是咱台语的电台，等下呢卡卡大家吼来所做广播一个，先听咱这个一路打紧机的 CD 专辑哦。生病讲做，国内正是怪命，经济又靠出身帝王家，老君得应怪害我驸马，照因爸囝高官显彰好名声。Hello， 大家晚安吼，大家好。今仔日咧是咱即个台语的电台，一开始咧，咱拢会吼所唱咱即个杜马调啊，因为吼今仔日较暗吼，咱起来甲大家做即个直播节目，啊未甲大家暖场一个吼，所以咧咱先听一个咱的杜马调，等下咧较甲大家来所做开讲吼，先收听咱即个电台歌曲《杜马调》。欢迎收听武汉的电台，准时8点，互恁来笑嗨嗨，阮的节目最精彩。内容知识长时行。成灾接袂心惊惊，片段久难广播互恁听，祝恁健财宝满大厅。文化推动的电台，平安顺心吉祥感恩。欢迎你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大家起来收听咱古涵的电台。今仔日是咱的礼拜四，所以咧是咱台语的电台哦。欢迎咧咱JOE大大，咱的皮筋儿小蘑菇，一共咧咱这 N2K3Y 大大，一共咱线顶足侪观众朋友吼，起来收听咱古涵的电台。等下咧，先甲大家吼来所讲哦，咱明仔的天气吼，明仔咧应该是讲规台湾啊吼，拢有小小看看的降雨哦，所以讲咧，等下咧来甲大家所讲一下吼。
马仔伫咱台北市，这个降雨咧，差不多离这个30%左右。咱的台中地区咧，这个差不多20%左右。咱的台南地区咧，差不多嘛20%左右。咱的台东地区哦，马仔咧嘛差不多离咱这个20%左右吼。所以只有咱这个北部的所在啦。北部是咱即个30%左右，其他的吼拢差不多伫20%左右哦。所以咧，大家吼若有要出门的朋友咧，爱记哦，扎一下你的雨衣，扎一下你的雨伞吼。等下咧，较来念一下咱册哲所甲大家讲的话哦。大家起来咧，先甲我拍一声招呼，嘛爱记哦，帮我订阅、关注，帮我按赞起来吼。感恩大家。马仔咧，咱的降雨吼，大家要小可注意一下吼。来，欢迎咱的收音起来，咱的古汉的广播电台拍一个普加声。感恩大家哦，我来念一下册哲所甲大家讲的话吼。咱册哲讲咧，即个文化推动，即个广播电台会当讲咧，即个美观，会当讲咧，即个空间吼，会当带来真好的心情的对。会当讲咧真热情啦吼，接待每个人的热情。会当讲欢欢喜喜吼，互你有即个信心，非常的喜爱的对。咱即个文化暗暝，祝福大家会当美好哦，多谢大家，嘛多谢咱的册哲。咱平常时咧，即个拜一到拜五暗时的8点，拢咱即个古汉的广播电台，唯独吼咱即个礼拜四咧，是咱台语的电台哦，所以无啥共款吼。哇，今仔日吼，足侪人的吼，对，感恩大家咧起来收听古汉的广播电台，嘛莫袂记哦吼，帮阮订阅、关注，帮我按赞起来。等下咧，所甲大家分享的，拢是咱的戏剧故事，一讲咧咱的新闻吼。今仔日的新闻有真侪哦。等下咧，较甲大家所做分享吼。今仔日咧，为什么我所穿安尼的服装会是足怪呢？啊无较会搭一领即个塔衫，搭一领背心吼，啊搁围即个围巾呐，是足怪呢啦吼。无啦。毋是讲足寒吼，是因为咧所有的即个围巾啊，一共咧咱即个塔衫，咱即个背心吼拢是有人赞助的，所以讲咧，等下咧，咱嘛所公布一下哦，感恩。头只咧电台的一开始吼，有唱咱即个杜马调。过来咧，咱甲大家所唱一个吼，咱即个七里仔调，咱的传统的歌曲。啊咧，咱来用即个新骑白马走三关，即个四盆牡丹拜四位所唱。安尼咧，互大家咧，搁较容易咧来熟悉一个吼，咱即个古汉的广播电台，咱来听一个七里仔调。骑呀白马呀，走三关，改换所有配中原。放下西凉啊，是无人管，一心只想。无算，四盆牡丹啊，拜四位，无风无摇啊，花袂开。来当落水，
跑开。头前咧，咱所唱安尼的七里仔调吼，用咱传统的歌词来甲大家所唱安尼就对吼。哦，天哪，这个日本这个吼，我来所看一个哦吼。这个新书上咧，欢迎你起来古汉的广播电台，甲你拍一个扑啊声吼。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被晋升？为什么呢？甲大家所讲一个吼。哦，你去诱人啦，所以讲吼，人甲你晋升，敢是安尼？哦，无要紧，所以讲咧，大家吼若要诱人的时阵咧，嘛要注意家己的安全就对吼。欢迎帮我分享至你的脸书、伊共 IG， 抑个你的赖群组内底。若要去即个其他的即个电台吼，所做宣传咧吼，大家嘛要注意即个时间敢有强碰，安尼就对啦吼。等下咧来甲大家所做即个广播电台的新闻哦，有关系吼，着咱即个基隆的所在吼。咱即个家人咧，即个基隆的所在咧，哇，有即个坑洞吼。所以讲咧，大家若咧骑机车的时阵咧，爱所做注意哦。因为咧，你咧骑机车的时阵吼，你若暗时吼，会拄好若落雨天啦，也是讲吼，遐无路顶的所在啦，有可能吼，你骑到迄个坑洞的所在就真危险。迄个所在咧已经吼夺走2个人的性命哦。所以咧，咱家人的朋友还要所注意安全哦。咱欢迎咱即个苏冠宇起来，咱古汉的广播电台。今仔日的台语咧，可能有一点假字吼。为什么咧？因为吼，今仔去到即个日照中心咧，既然吼，大家讲听国语的人加较济啦。结果咧，我讲故事吼，讲国语，结果唱咧唱台语吼，所以我即摆有一点即个台湾国语吼，我转袂过来，安尼就对吼。而且咧，我今仔去到即个日照中心咧，是咱今仔日拄啊配合的即个日照即个服务啦，是伫咱的即个高雄的高山吼高山。所以讲咧，去到遐吼，因讲，逐个吼会晓讲国语的人加较济，我当傻眼。我想讲安尼吼，若要来讲故事，我用即个国语来讲故事，用台语来甲所唱吼，毋知大家敢听有安尼就对。欢迎咱即个美琴姐起来，咱即个古汉的广播电台。哦，所以讲吼，其实有人吼，嘛是会互封锁的吼。来，咱拜一到拜五的暗时8点咧，拢有咱即个古汉的广播电台，大家爱所做注意哦。过来咧，就是咱今仔日的新闻吼，台62线咧有即个吼桥中间的这个缝隙，大家敢知影？这个桥中间的缝隙咧有即个铁片的衔接吼，结果咧，这个是个伸缩的这个铁片呐，结果吼当我挂着伤。2台车去破链去吼，所以讲咧，大家吼若经过即个桥的中央吼，若有即个看到讲不管是咱即个铁片的所在啦，是塑胶的所在等等吼，是路中吼，即个咱的螺丝吼，拢爱所做注意一下，拢爱加较慢小看，无咧你的车吼就容易破链的啦。恁吼着2台车叫破链去吼，所以讲咧，大家今仔是即个台62线哦，大家爱所做注意一下咯。所以讲哦，欢迎大家起来古汉的广播电台，今仔咱即个淑芬还未起来吼。过来咧，就是吼，大家吼，若
无要紧啦，无要紧啦，莫生气吼。咱即个新宿师兄咧，咱食菜人咧，咱袂当生气安尼吼。无，今仔日咧，伫咱即个花莲的所在哦，有一台车吼，因为伊停伫家己的工厂内底，所以就想讲吼，安尼就免锁车门啊，反正吼家己的工厂内底啊。既然咧开门的时阵吼，闻到一个臭味啦，一看后座咧，哇！一个男尸体，一个男子咧的63岁的男子吼，就徛伫你的车顶的后座哦。结果咧，伊就当然吼，就甲报警安尼吼。即个男子咧去离即个拜六的时阵咧，有去到即个警察局。结果咧，去到警察局了咧，歹势吼，我一边看你，当下拢大字就起来吼。结果咧，去到即个警察局了后咧，吼，即个原本是要问路啦，问路了咧，伊嘛毋知影为虾米哦，家己吼会去到即个工厂内底，就上迄台车，无他杀的可能啊，就伊家己去哩，不管是猝死还是安怎吼，当下就翘起哩迄个车顶安尼就对吼。害我一直咧看恁咧讨论啥咧。哦，原来如此哦！哦，恁去的另外一台是日本人的对啊，对。哦，原来如此吼！害我一直看吼，煞即个台语单袂认真去，一直看讲，奇怪，恁是咧讨论啥呢？就对吼。等下咧，来甲大家唱一下歌曲，甲大家讲咧，为虾米吼，今仔踏即个围巾啊，佮穿一下背心安尼吼，咱来唱一下歌曲，来唱咱即个花桥洋一港良夜之歌安尼就对哦。阳光保持十相守，心不跨心不留，为爱多做给白首，恋恋今宵若优秀。头只这段咧，就是咱的公主吼，即个李君蕊咧，伊是一个皇家吼，即个皇上的查某囝啦，所以咧非常娇蛮的个性，
即个因的红色的即个驸马吼，就叫做贵爱。贵爱你可能毋知影什么人，但是咧听到贵子仪吼，可能就知影是什么人啊。因爸爸咧，即个贵爱因爸爸就是贵子仪啦。然后咧，即个贵子仪咧70大寿的时阵咧，即个公主吼，因为家己是公主的身份啊，所以当然咧，就无爱去拜寿吼，假病在府。什么意思？就是咧，假做伊破病啦，伫个房间内底啦，故意无爱去拜寿，安尼就对吼。所以讲咧，咱用台语来甲大家讲故事，安尼就对吼。无要紧，恁吼甲讨论无要紧，我看。嘛袂讲是笑话啦吼，只是我无方便甲念出来安尼尔，因为吼念出来知影是倒一台安尼就对。但是咧，你会当讨论哦，无要紧，嘛会当甲我吼安尼来对话安尼吼。欢迎咱的即个皮筋的小蘑菇，咱的心术，伊讲咱的冠语，咱的 JOE 大大，伊讲咱的 NAK。不是 N2K3Y 大大，伊讲咱的苏英姐，也有咱的美琴姐，其他咱武汉的广播电台。奇怪，今仔日拢一直咧嘎吱吼。过来咧，有关系着咱即个陶艺义工吼。你身躯边吼，敢有工厂内底吼，足侪即个是义工的啦，吼，即个外国的，不管是越南的啦、菲律宾的啦，等等啦，吼，嘛真侪是咱即个陶艺义工吼。今仔日咧，要来甲大家讲吼，即个陶艺义工的故事哦，吼。即个陶艺义工咧，吼，伊咧生下一个囡仔，结果咧，伊就想讲吼，找一个保姆啊，吼，来甲接一个吼。结果咧，找即个保姆了咧，过1个月了吼，伊无去甲接，嘛无互人薪水。过来，即个保姆咧，当然咧，就去甲即个囡仔咧，去送互另外一个协会。到呾咧，即个囡仔吼已经1岁外吼，结果咧已经1岁外吼，还未登录咱的户籍啦。因为嘛找无因的老母啊，嘛无法度登户籍啊。所以讲咧吼，有足侪吼，因即个陶艺义工啦，是讲外国的啦吼，因会互相介绍讲，倒一间妇产科啊是安怎吼，会当帮咱生产，生产了咧，其实吼，即个医生咧嘛袂甲伊通报，安尼就对吼。是安尼哦，无要紧，咱来搁笑一个笑声安尼就好。放心啦，我袂甲念出来吼，因为念出来即个影片啦、回放影片，大家都会知影。所以讲咧，我袂甲念出来安尼吼。所以讲咧，你若身躯边内底工厂内底吼，若有即个义工啦吼，嘛要小注意一下哦吼。不管是咧注意家己的财务状况啦，当然吼，嘛有足好的即个外国人哦。比如讲咧，阮公司吼有来即个侨生啊，逐工吼若要下班的时阵吼，就哥哥姐姐拜拜安尼吼，互你感觉吼，即个上班足快乐的安尼就对吼。欢迎大家起来古汉的广播电台，阮每礼拜一到拜五咧，拢有古汉电台的直播安尼就对。礼拜四咧是咱台语的电台。今仔日吼讲起来吼有无啥会练顿的所在吼，因为咧今仔透早咧就去到咧咱即个剧方吼，咱即个一心原民戏剧方吼来甲因做讨论啦。过来咧，搁去到吼即个鼓山的日照中心的基金会即个协会咧来做服务。结果咧去到遐吼。咧甲大家讲的时阵咧，大家吼有诶举手的啦，有诶讲吼听无台语的啦，有诶讲吼你着爱讲国语的啦。我着甲因问吼，听有国语的人举手，全部拢举手啦。结果咧，当我讲吼讲国语，咧唱台语安尼着对吼。结果咧，遮的即个日照中心的长辈咧嘛算介好哦。其实吼，我咧所咧甲因看吼。其实恁讲因身躯有足侪破病嘛，是等等吼，其实嘛还好。叫因做即个手的运动啦，即个骹的运动啦，抑阁算袂歹哦，嘛足好笑神的安尼就对吼。
欢迎大家起来古涵的广播电台哦。啊嘛，希望咧日后吼会当甲咱即个古山即个常见协会吼，常见照顾协会咧来做即个长期的合作，安尼就对。感恩恁的支持哦。等下咧，较甲大家讲一下新闻，伊讲今仔日的服装安尼就对吼。今仔日咧，所有为即个围巾吼，伊讲咧即个塔衫、即个背心咧，拢爱感谢咱即个一心原民戏剧坊的合作吼。咱即个议会团长对我真正有够好的啦吼，啊想要甲让位吼，啊即个位咧让互我，叫我做即个实习团长。所以讲咧，明年度吼，我会带因咧来做一寡咧无啥共款的，比如讲咧因所7年来咧所有做过安尼戏咧，所甲诱出来，甲诱出来了咧，做片段戏的即个折子戏吼，所来做练习。练习完了咧，嘛会当到咱即个日照中心啦，等等咧来做服务就对吼。今仔日穿甲就像即个寒流来袭对无吼？其实是袂介寒啦，只是讲咧，因为吼人甲咱赞助吼，而且咧，这是有即个品牌的即个围巾哦。什么品牌咱莫讲啦吼，这其实是名牌的即个围巾所以我收到就歹势吼，所以咱爱甲人公布一下安尼就对。想为安尼吼，无其实是袂介寒啦吼。我若安尼吼穿起来，我说可能一个直播做完了咧，可能会热死安尼吼，所以等下会退起来吼，是袂介寒，甲恁讲一下吼。没有生气吼，没有生气就好了。去到别人的即个直播间吼，每一台吼拢有伊家己的风格啦。就像讲咱即个剧团内底咧，有的人希望讲，咱来做佛教戏；有的人希望讲做基督教的戏；有的人讲做道教的戏；有的人咧做无共款的戏啊。所以讲咧，无要紧吼，咱着心平气和安尼就对。大家起来收听古涵的广播电台，会当大福气哦。等下咧，较甲大家公布一下新闻的哦。过来咧是咱即个高雄吼，即个小港区，有一台车吼去弄到即个公车啦，结果弄到公车了咧，无停落来哦，伊可能是昏迷啊，是安怎吼？拄即个油门咧直直打，结果咧冲到即个逆向哦，冲到对向车道吼，去弄即个电火条，弄完了咧，即个车辆吼拄起火燃烧。好佳在吼有咱即个热情的民众吼，甲救倒出来，安尼就对。所以讲咧，咱若伫路中吼，咱若咧即个，不管是你骑机车啦、开车啦，也或者是咧，咱行路伫路中吼，爱所做注意一下，安尼就对。因为咧，你像即个车辆吼，伊弄完即个公车了咧，毋知是昏迷啊，是安怎吼？拄即个油门直直打啦，打去到对向车道呢，所以遮咧。对向车道的这个机车吼，原本咧停红灯吼，紧咧拢开始刷伊的车吼，紧咧开始徛喺咧头前，安尼就对吼，非常的危险，安尼就对。所以咧，这是咧伫咱这个高雄小港区的故事哦，这个新闻吼。咱这个策者讲咧，现在每个人的关爱咧都有它的特性哦，在直播间里面的习俗推动一种这个温暖的感觉吼，伊讲咧，这个珍惜才会当咧讲每一个人吼有这个美好的暗暝的对吼，感恩咱的策者，感恩你。嘛欢迎咱这个 KLDE 大大起来，咱这个古涵的广播电台。
啊，有诶人讲吼，奇怪呢，逐个起来久涵诶广播电台吼，你拢有拍招呼，拢有拍一个扑啊声吼。较会我起来吼，拢总无安尼就对吼。无啦，你爱起来诶时阵呢，爱甲阮拍一个招呼。你爱拍你起来吼，我才知影你有起来哦。啊无吼，我拢吼看袂着讲有送起来咱即个久涵诶广播电台，安尼就对吼。咱即个皮筋呢，小蘑菇讲咧，你拢骑脚踏车去乌白佚佗哦，乌白洗哦。啊，你骑脚踏车拢去倒？你拢去倒洗？骑脚踏车会当去倒洗咧？甲咱逐个广播一下吼。过来咧，共款来唱一个歌曲吼，是咱即个一诺打印机 CD 专辑内底的歌曲。咱即个七字连、七字摇板，伊讲咱的带七字一。等下咧，较大家讲故事安尼就对。咱来收听一个七字连、七字摇板，甲咱的带七字一。感恩大家。公主做事理不明，言说互人心头硬。东酒假死啊，伊生病，待好恁挑衅不惊。驸马晓心，无情义，因为爹娘啊，望千里，风风远边啊，冲了去。起灵啊来吃开，大水风管难消去，听歹目保人受益。即个七字连、七字摇板的，伊讲咱即个带七字一吼，是咱即个一诺打金机 CD 专辑内底咧，咱即个驸马吼打完金机了后咧，用即个钉条来打金机来教死伊啦。教死完了咧，哦，当然啦，代志大条啊，所以讲咧，即个驸马吼紧落台，紧逃走，安尼就对。尾啊咧，互咱即个公主来收尾吼，来收尾。所以咧，唱咱即个七字摇板，伊讲带七字伊吼，意思讲咧，伊足生气的啦。甲伊的凤冠咧打破去咧，伊讲咧，咱即个衫衣咧，甲拆破去嘛，无要紧，安尼就对。我足生气的，足生气的，安尼就吼。所以讲咧，用安尼歌曲咧来甲大家做形容，安尼就对。欢迎大家起来久涵的广播电台，每礼拜一到拜五，拢有咱久涵电台的直播。爱记得咧，帮我吼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吼。哦，你拢伫即个直播的电台吼，来即个骑脚踏车拍拍走，嘿。即个听电台吼，根本就无需要骑脚踏车吼，你撸手机啊咧，安尼撸咧吼，就有法度吼撸去别台啊啦吼。害我阁相信你骑脚踏车咧吼。阁来，咱来听一个歌曲，咱即个七字连空奏，咱用咱即个 CD 落去放吼，即个七字连空奏。等下咧，较甲大家所做开讲今仔日的新闻咯。夫妻何
这条歌曲咧，就是咱七字连空奏，七啊连空奏吼。为什么咧？所甲大家吼用这个放这个 CD 专辑内底咧所唱的吼来互大家听。恁所听出来，这两种声音咧，敢听会出来拢是我的声音咧？嘛，互大家听一个吼，咱这个二重唱的部分咧，有咱这个驸马这个小生角色。这个公主的这个小段角色吼，因二重唱的部分代表着啥？这个七字连空奏内底咧，代表吼因各说各话啦。我甲你冤家吼，结果咧你所无爱听我的话，你甲我冤家，我为什么要所听你的话咧？所以讲咧，两个人咧所讲家己的这个内心内底吼，所想的代志，安尼就对。你嘛有定定吼，甲人意见袂合，也是甲人冤家的时阵吗？你拢安怎处理咧？也是讲吼，其实吼，你规工起来咧，心情拢介好哦，安尼嘛袂歹啊。所以讲咧，如果吼，若有啥物好，也是讲咧啥物趣味的代志吼，拢欢迎大家吼分享起来哦，拢会当起来咱即个武汉的广播电台所做开讲哦。为什么呢？阮好做这个广播电台，因为呢，互你吼，不管你咧做家内事的代志啦，吼，一边来收听古汉的广播电台，无一定爱看这个影像，你会当一边洗碗，一边扫涂骹，一边溜涂骹，一边来听古汉的广播电台。嘛会当讲咧，一边陪伴你厝内底的人，一边陪伴你的朋友，一边来收听古汉的广播电台。嘛，有咱的小朋友吼，一边读册咧，一边收听咱这个武汉的广播电台啦。但是呢，这当然较唔好就对啦吼。我嘛真怀疑讲吼，你若一边咧读册吼，一边听我的声音吼，你敢读会落去？也是讲吼反正无要义啦，若考0分就0分啊，安尼吼，安尼嘛真害呢。线顶的朋友诶，拢欢迎咧，你起来收听古汉的广播电台。过来咧，要甲大家讲咧，咱即个新北市的即个新闻吼，即个新北市咧有即个汽车吼违规左转啦吼，即个违规左转了咧，无细力吼去弄着即个警察车，而且咧，即个警察车咧伊是骑即个奥多麦吼，即个警察咧就吼撞飞出去了吼，就弄出去安尼就对。好佳在啦吼，无代志安尼轻微擦挫伤安尼尔就对。所以讲咧，大家吼真正真危险啦。不管是咧你开车的时阵咧，嘛要所注意哦。而且咧，更加袂当讲违规吼，不管酒驾啦，还是违规右转、左转啦、等等啦，拢莫吼违规。一讲咧，即个红灯吼，绝对袂当右转安尼就对吼。为什么咧？甲大家强调一下，这个红灯袂当右转吼？因为咧，我所甲阮朋友讲吼，这红灯吼袂当右转，明明着考试有考过啊吼，结果咧甲我讲，哈，是哦，我定定拢嘛红灯右转，其实我毋知影讲，那你红灯的时阵袂当右转啊？敢有线顶朋友嘛毋知影。
你若毋知影即个红灯袂当右转吼，拜托诶，转去个停靠一摆驾照哦。欢迎咱即个 LEO 大大起来，咱即个古汉的广播电台播啊声互你。人生无常，要谨慎小心斤呢。意外咧，也是明仔先来，咱拢毋知影啦。所以有时吼，咱逐个讲讲咱爱较欠的啦，欠寡钱啦，会当讲吼，到老的时阵有足侪钱啦，有啥物退休金啦，有啥啦吼，其实嘛无一定啦吼。你敢有法度挡到迄个时阵咧嘛无一定。有时咧，咱若讲咱食老啊时阵咧。讲身躯边咧无欠啥物钱吼，安尼嘛无好着对。所以讲咧，代志吼拢有好甲歹啦，好甲歹咧拢无影响安尼着对。只要咧家己的心有正，安尼就好吼。欢迎咱即个淑芬姐起来，咱即个古汉的广播电台播啊声来一个吼。咱线顶有足侪好朋友哦，不管是咱 JOE 大大，咱的皮筋儿小蘑菇，咱这个 N2K3Y 大大，伊甲咱这个淑音，也有咧咱这个心术师兄吼，也有咱美琴姐、冠宇，伊讲咧也有足侪朋友哦吼，也有咱 LEO 大大，也有咱淑芬姐吼，感恩你起来古汉的广播电台。头只咧，甲大家讲吼，即个新北市的新闻，过来咧，当然吼连做伙，过来要讲倒位，就是讲咱即个台北市的新闻啦。咱即个台北市咧收到咱即个恐吓信件吼，讲咧要伫即个学校内底吼，各个学校咧来放即个炸弹吼，而且咧伊阁有指明哦，有讲出咧20几间的即个学校吼，伊要来放即个炸弹。当然咧，今仔日吼，就派出一警方去到即个学校内底吼，来巡查，安尼就对。结果咧，查完了咧，去查即个即个 IP 的位置吼，结果是境外的啦。所以讲咧，这是一个算是假消息，但是咧，嘛互足侪家长吼所做紧张，因为咧，你的即个囡仔吼，若伫学校内底吼，你嘛会紧张讲即个囡仔吼嘛拄好你伫即个名单顶面咧，若学校内底有炸弹要安怎吼？即个时阵你会安怎？即个时阵你会想讲无吼，我甲我的囡仔吼紧接倒转来厝里也是较好，也是讲咧，你若透早看者即个新闻咧，就会甲讲吼今仔日吼咱放假，莫去上课，你会做啥物选择咧？买当甲大家分享一个哦。欢迎咱这个淑芬姐吼，去咱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而且咧，我甲你讲吼，头只早咧，咱这个小蘑菇吼，就甲你退课吼，就讲咧，这个淑芬呼叫淑芬安尼就对吼。我所好奇一个讲吼，咱这个小蘑菇吼，为什么你会去收听这个日本台？恁所听有日语吗？还是所听无？因为吼，我足好奇的讲，你若听无日本台吼，佮去到这个日本台收听吼，安尼是毋是嘛真痛苦？讲到这个日语吼，就要甲大家讲一下吼。咱所进前咧，咱这个台湾吼，当然嘛有吼，这个日本人所这个统治过嘛，所以迄时阵咧，咱的歌戏安怎发展的咧？应该是看影像吧。我嘛毋知呢，因你安怎看这个日本台的吼，我嘛真好奇安尼就对吼。所以咧，互你这个日本人统治的时阵吼，当然咧，咱这歌戏无法度继续搁做落去啊。所以日本的官兵来的时阵吼，咱来唱日本歌；若日本官兵走的时阵，咱来继续来讲咱的台语，安尼就对吼。大家吼，敢有听过咱这个重逢高雄港？
有所听过咱这重逢高雄港这个歌曲的人啊，甲阮举一下手，讲摇啊，还是摇一个安尼吼，互大家知影讲咧，有听过这个重逢高雄港吼。等下咧要甲大家讲一下故事的哦。啊，结果咧，恁听无日语哦，啊，佮去到别人的台安尼吼，啊，结果恁去看猫哦，原来如此哦，这个哦，日本台咧，这个看猫咪的啦，哦，原来如此吼，所以我想讲奇怪，恁较有听有这个日语安尼就对吼。讲到这个重逢高雄港吼。恁所敢有听过即个日语版本的即个重逢高雄港？你咱即个重逢高雄港吼啦，听即个台语吼，咱会感觉讲哇，真好一个故事吼，佮重逢，佮转来即个高雄港吼。但是其实咧，若伫即个日语版本的咧，其实是一个无好的故事啦吼。日语的版本的是即个男女吼分开的时阵吼，唱即条歌曲的。所以讲咧，有足侪吼婚礼顶面咧，其实即个主持人吼，毋知影即个日语版本的是即个分开的啦，所佮甲人唱即个重逢高雄港的日本版本吼。讲到安尼，即个重逢高雄港的日语版咧，等下吼来甲大家唱一个歌曲吼，等我啉一口仔茶，感恩大家。哦，等下吼，咱所甲大家公布一下吼，咱即个淑芬讲咧，即个暗时9点以后咧，有即个印尼的街头乐团唱歌表演吼，还不错看安尼就对啦吼。然后咧，即个街头即个唱歌表演里倒咧做直播，也是拄好我录即个后一台就有，嘛会当甲大家所做即个公布一下吼。袂歹哦，你互我吼有一下兴趣的吼，等下吼，咱嘛下播的时阵嘛看一下即个印尼吼，你的唱歌乐团表演安尼就对。即个日语版本的即个重逢高雄港吼，我来所唱一个，互大家所听看卖无共版本的重逢高雄港哦吼。哦，有模仿这个 Michael 唱跳哦，但是重点是伫倒一台，我嘛好奇呢。我若等下吼，若迄落下播的时阵，我嘛来看一下安尼吼。咱来听一下即个重逢高雄港的日语版本哦。길이떠가야 돼 구름 나도 어이와 기야마데 헤오데바 아나코와 지사쿠나 지다 아카메の空で力で恋を時を裏しれ忘れたか帰ってこいよ帰ってこいよ帰ってこいよ为什么咧？头只佮甲大家唱一下日语版本的吼？因为咧，我头只吼所看到咧，即个皮筋儿小蘑菇咧讲吼，甲新书去看即个日本的即个直播吼，去看即个喵咪安尼吼。过来咧，唱即个日语版本了咧，这就是吼咱即个台湾的歌戏的特色哦。即马咧，咱除了咧演即个古册戏以外咧，嘛有咧演咱即个欧佩拉戏啊。啥物叫做古册戏？也就是历史戏吼，由历史来扮演的，安尼叫做古册戏、古册戏，就是古代的故事啦。若新的咧叫做欧佩拉戏、胡撇仔戏。咱若去拍麻将的时阵，即个胡，然后咧即个撇吼，就是一撇两撇的撇。胡撇仔戏吼，安尼咧，
对吼，这个乌皮拉戏咧，就是咱这个现代的神剧的故事啦。啊，有时咧是咱身边的故事，有时咧是咱咧哎呀武术队的故事，有时咧是无共版本的故事，安尼就对。就是咧，咱互日本统治了后咧，咱这个歌戏咧，所演变落来有一个乌皮拉戏，安尼就对。所以讲咧，你讲互统治了是好，也是歹咧？伊嘛帮咱建造这个铁路啊，嘛爱所甲感恩一下吼。所以讲咧，各有千秋，各有各的好，安尼就对啦吼。看完我的直播以后咧，就有法度吼，有缘就会当看会到这个印尼的这个街头乐团的唱跳表演哦。所以讲咧，我嘛希望讲吼，有缘咧当看到这个唱跳表演吼。害我足好奇啊咧吼。对，咱新树师兄咧来甲拍起来，会较野咬啦，你较会遐个拍安尼就对吼。真正甲你学了甲安尼，学了甲会得钱吼。讲实在，讲即个英文会晓英文，讲日语会晓日语安尼吼。其他吼，你所写的我都念袂出来啊吼。因为咧较早吼，咧学即条歌曲吼。阮较早咧，为什么会学即条歌曲吼？因为咧，即个日本歌无好学嘛，所以讲咧，学一条较简单咧，所会当唱诶。学一条较简单咧吼，阮写注音符号啦。即个起你多开的可以起你就写你多就写多吼，安尼咧，阮是用安尼背起来的。所以讲你若讲看即个50音啦，袂晓。若讲吼，讲着这咧，送甲我教即条歌是日语版本咧，是阮妈妈甲我教的吼。是讲咧，即个阮妈妈咧有去学即个日文吼，有去学即个日语所以讲咧甲阮翻做即个即个翻出来吼我就写即个注音符号吼，才有通学安尼就对啦吼。欢迎咱即个YOKE 大大吼来甲标注一下新数吼莫非嘛是熟悉哦？感恩你起来久含的广播电台。对，等下吼，等下啦，你搁要去这个印尼的所在，甲人化缘看可不可以买宵夜哦？化缘原来是咧买宵夜的原来恁的化缘是安尼这化缘买宵夜，这是啥物样款的故事安尼就对真正会互恁笑死啦。所以讲咱即个YOK 大大是甲咱即个新书熟悉呢所以感恩大家讲实在咱即个皮筋的小蘑菇甲咱介绍足济即个其他的观众朋友不管咱即个伟成啦，敢对？伊讲咱即个新书也有足济观众朋友成为咱即个皮筋儿小蘑菇所起来嘛欢迎咱即个刘美淑起来咱即个久含的广播电台甲一个扑声。搁来咧，搁来唱一个歌曲等下较甲大家讲一下新闻，安尼就对终于咧，即个台语袂讲袂练转啊啦搁来咱唱一下咱头家所唱过咱即个七里仔调，但是咧，即个七里仔调咧，用咱即个咧一路打金机的 CD 专辑内底歌词所甲大家讲。等下咧，较甲大家讲一下即个故事，安尼就对咱来听一下咱的七里仔调。世上河顶是伟大，虽然为尊，你甘知？天地君亲属着交拜，君在亲上。你敢知？在家父母
对你的挺性，高贵公主犹如天上升。出家了，你对谁人尊敬？生平公主对我来爱水灵。等下吼，我所看到吼，咱这个这个 YOKE 大大吼，也搁写爱你吼，啊，搁 take 这个心术吼，莫非你有啥物感情？所滚生笑一个吼，欢迎咱这个 YOKE 大大起来，咱这个久涵的广播电台。原每礼拜一到拜五的暗时8点咧，拢有咱这个久涵电台的直播吼。只有咱这个礼拜四咧是咱这个台语的电台，平常时拢讲咱的国语安尼就对啦吼。原来如此哦！欢迎大家咧，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起来吼，爱记爱分享出去，互你的所有观众朋友、你的朋友内底吼所知影哦。这个是一个小朋友哦，是几岁的小朋友所甲大家介绍一下吼。几岁的小朋友，欢迎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哟！感恩你，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哟吼。嘛是咱马来西亚的朋友马来西亚的好朋友不知道你听不听得懂台语？那呢，我转一下国语跟你对话一下。欢迎我们的这个 YOKE 大大16岁的小朋友欢迎你哟马来西亚的好朋友，跟我们书音一样都是马来西亚的好朋友所以讲呢，咱头家转一个咱的国语甲伊对话一下因为我惊伊听无啦感恩你起来久涵的广播电台哟。感恩咱这个心术师兄甲咱介绍一下哇，这个皮筋的小木工啥？对啊，咱这个心术师兄既然呢比我搁较有名气你看有这个16岁的小朋友咧甲你爱啦你安尼遐尼啊有名气我会食醋呢。这个久涵的电台这个主持人天大久涵是这个大醋桶安尼就对会甲你食醋啦无影啦甲你滚一下生笑的，嘛感谢咧咱这个淑芬姐，咱这个 YOKE 大大，咱这个心术拢记得咱这个久涵的广播电台再来咧，要甲大家讲一个这个台南的新闻咱这个台南一间店家咧，这个水龙头的边这个水龙头的边向劈一个，搁有火花出来伊连准讲咧是这个静电的反应结果咧有这个专家咧讲有可能是边这个插头咧当咧漏电所以讲咧大家爱小注意一下，你家己厝里的插头啦。是你有用这个延长线的顶这个暗时小注意一下，尤其咱这个暗时若当咧困的时阵若插足这插头的，安尼对咱嘛毋好，若无说你这个电线走火嘛真恐怖所以讲咧，大家爱小注意一下这个台南的这个新闻，这个水龙头的边这个水龙头的边向一个啪一声这个火花照出来，伊连准是静电其实咧，这是伊有可能咧，这个插头里的漏电安尼就对。所以讲咧，大家要小注意一下欢迎咱这个宇飞起来，咱这个久涵的广播电台，互你一个噗声。
今仔日吼是台语的电台，大家敢有无啥关系的吼？因为吼我们这个冠宇嘞，冠宇是不是听不懂台语吼？所以说嘞，今天听起来会比较痛苦一点点吼。也感恩我们的冠宇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哦吼。咱这个冠宇吼足厉害的，自头听到尾啊吼，结果咧伊是一个吼听无台语的小朋友吼，既然咧嘛是甲咱这个参与吼，大家这个直播间吼，所以甲感谢一个哦嘛，欢迎咱这个策哲吼，起来咧甲大家做这个对话吼。策哲咧其实吼是一个这个脑瘤的患者啦，甲大家所做介绍一下吼。因为这个策哲毋是伊本名，所以我会当甲讲一下安尼吼。伊咧是因为吼，伊咧牵机车的时阵呢，发现吼，这个重心不平衡，他去检查，结果检查落来咧，甲这个机能吼共款，这个大细这个脑瘤哦，才发现讲咧，哇，伊头壳内底咧有这个脑瘤啦，去开刀啦。结果咧，伊50岁去开刀，即马56岁吼，共款吼嘛是要举一个管仔吼出门。但是咧，伊生活过了真自在哦。咱来甲伊吼拍一个扑啊声，啥物号做伊生活过了真自在吼？等下咧，甲大家继续讲落去哦。因为咧，伊每工吼榨一杯咖啡，去到公园内底咧去洗一下公园诶。洗完了咧，发现讲吼，想要坐一个忝嘛，想要坐一个吼，伊就去甲坐一个，听一下边仔的声，看一下鸟仔，看一下即个松鼠的，看一下即个动物的，就坐伫遐咧，静静坐伫遐，虽然外在的环境咧足差，但是咧内心咧会当讲真平静安尼就对。咧，每到暗时咧，搁起来收听咱这古涵的广播电台吼。所以咧，感恩咱这个策哲哦，将有咱这个爱心吼，嘛做真侪慈善吼，感恩你。过来咧，嘛是咱这个台南的新闻吼。台南呢有一个焊接工厂吼，结果呢，这个焊接工人呢去互触电去，紧的咧这个同事吼，紧的甲电咧甲关起来吼，所以讲呢。大家嘛要小注意吼，用电的时阵，就像我头先所讲的，你来咧用这个延长线呐，那比如讲插头插足济啦，爱小可注意一下。也是讲咧，恁兜有牵这个离的电吼，就更加更加危险的所在，你就爱小可注意哦，唔通去抹着水，安尼就对吼。过来，所有的线顶的观众朋友吼，有啥物想要讲的，期待甲咱这个古涵电台咧来做一下互动，安尼就对。阮拜一到拜五暗时8点咧，拢准时来甲大家做直播。有时吼，若无要起来做直播的时阵咧，阮会打这个贴文啦，伊讲咧伫咱这个赖群组内底吼，会所甲大家做广播。所以讲咧，伫咱底下的这个连结吼，有咱这个赖群组的连结，但是咧，若要加入的时阵吼，爱回答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号做讲咧，为什么要加入这个群组吼？你会当讲，比如讲古涵电台来的，还是讲咧，想要知影什么戏曲的小知识，也是新闻的知识吼，嘛都会当甲大家讲一个安尼吼，会当回答这个小知识。因为管理这个群组的人是我家己本人啦吼，所以讲咧，大家咧，你顶面的留言我拢有所看，安尼就对吼，会搁开始家己啊吼，咱搁来唱一下歌。等下咧，最后咧，较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吼，感恩3件事情。因为咧已经9点啊吼，咱等下有咱这个观众朋友咧，要赶去别台吼，看这个印尼的跳舞，安尼就对吼。所以来甲大家唱一下歌曲，咱等下咧随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互因较紧去看这个印尼的跳舞，安尼就对吼。咱来唱一下这个莲花铁三郎伊讲风萧萧，安尼就对。欢迎大家收听古涵的广播电台。太祖金雕领红兵，贵妇陪君王守礼亭，唯独公主不
尊兄富马路会满心兴。喜老成兵，叫万姓。尊神家爸武将来敬，拼扫笑苦下，乐君第因，不由归爱红回应。人家伊小小红灯，伊困在倒边，困在倒边，遐尼清冷，不由归爱红回应。对，迄台咧是啥物台吼？台湾的台吗？还是怎么都找不到吼？淑芬姐当甲大家所做介绍一个，咱即个印尼的即个乐团的表演吼，即个跳舞的台啦、唱歌的台啦，里倒一台啦，有咱即个观众朋友吼，咱即个小蘑菇嘛足好奇的，啊，连我咧嘛真好奇哦，我等下嘛想要来听一下吼，我若学会起来吼。学一段起来，恁就会当所看即个看久涵的电台，就会当看一下印尼的舞蹈，安尼就对。甲恁滚生起来呢，莫真正期待呢吼，我袂去甲学安尼就对了吼。欢迎咱即个作者期待咱即个久涵的广播电台吼，伊讲呢，鼓励每个人的直播间即个文化吼，非常的细心以及亲切。可以说呢，这个腔调的这个接待呢，可以暖身开拓每个人的心灵以及空间啊呢。然后呢，就是咱这个文化吼，会当传承啦。感恩在座的每一个人，所以呢，感恩咱这个作者的分享哦，感恩你。你也不知道在哪一台播，原来如此吼！我所甲大家看一下这个留言吼，拢感觉真心惜、真趣味吼。大家咧，今日咱这个久涵的广播电台吼，不管是咱这个暗时8点的时间咧，起来甲大家线顶的朋友所做开讲啦，以及咧，嘛会当讲咧。现在开播了，原来如此哦。安尼无问题，咱进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做一个结束，安尼就对吼。我每礼拜一到拜五暗时8点咧，拢有咱这个久涵电台的直播，只有咱礼拜四吼是咱这个台语的电台。然后咧，大家起来吼，嘛会当甲线顶的所有观众朋友做互动哦，你会当互相熟悉一下吼。因为咧，嘛甲大家介绍一下吼，恁介绍一下这个小七姐吃播台啦吼，恁家己拍哩甲大家小介绍一下。因为咧，这个我小七姐这个直播台吼，我未看过啊。但是咧，因前几工吼有介绍这个小七姐吼，讲拢会甲大家线顶来所做开讲啦。讲这个逐工的中昼12点敢是讲吼，拢会线顶甲大家所做开讲啊。所以因拢有互相这个拢有熟悉安尼就对啦吼，所以讲咧，恁甲广播一个即个什物小七节广播即个电台吼，恁甲广播一个吼，咱先来做即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安尼就对。如果咧，你若是咧做，不管你咧做保险的啦，你厝里咧开工厂的啦，还是咧做油漆的啦，咧做水电的啦，等等吼，拢会当起来咱这个久涵的广播电台吼，所做广告哦，你会当下骹吼拍你所做广告，对，阮吼拢袂介意讲人广播人家己的即个节目啦，还是讲广播家己的即个店面就对吼。愈侪人起来收听咧，安尼吼，
缘分咧就愈好吼，这个善的循环。哦，小七姐是这个11点，这个中午11点哦，不是晚上哦，是中午11点吼，甲大家讲一下吼。啊无等下拍11点吼，大家认准是晚上11点吼。来，咱所做一下咱这个感恩3件事情复式呼吸法。现在呢，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吸气，呼气。现在呢，观察自己的气息，在鼻腔间，在喉腔间，甚至在胸口，还是已经到了我们的腹部，甚至贯穿到脚底，以及贯穿到脑中，都是不错的哦。那呢，我们来观察自己的气息，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吸气，吐气。现在呢，我们来感恩3件事情。不论呢，今天在公司跟我们的主管、跟我们的同事，甚至呢在家中跟我们的家人、跟呢我们的朋友，甚至呢跟陌生人，我们的这个服务人员也好，或者是呢柜姐柜哥也好，或者是呢你今天呢去做什么慈善的事业啊，去做什么服务啊，也都可以感恩3件事情。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也非常感恩大家呢一起做完这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也欢迎你呢每周1到每周5的晚间8点钟上来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感恩大家。别忘记哦，先帮我订阅、关注，帮我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给各位每个好朋友哦，分享到你的脸书，分享至你的 IG， 分享到赖群组都好哦。感恩大家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让你呢天天开心哦。回放影片呢一样会放在网络上哦，所以说呢大家呢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按赞起来。如果有什么呢这个公益活动的影片呢也欢迎大家呢别忘记哦，帮我按个赞哦，这是最主要的。因为呢我会让他们的督导员这些长官们呢所观看一下，线上有好多的好朋友哦，关注这些制造中心的，不管是长辈以及我们的至亲小朋友们感恩我们的淑芬姐，晚安哦！感恩我们的淑芬、蘑菇、心树，以及呢我们的J21大大，感恩你哦。那呢今天有发现这个身后的这个芹菜呢已经拿掉了前几天呢把这个芹菜作为这个插花艺术再来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葱呢，这个洋葱也长得非常大，这个姜呢也长得非常大啊，给大家看一下那呢我们直播电台准备要下播之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植物呢的生长生命历程安尼的对甲大家所做分享一下咧，咱这个洋葱唔知是咱这个第3礼拜、第4礼拜第一档发了遐尼长哦。当然中午有甲修正过啦结果咧下骹的根已经发了足长啊，我若甲种落去土内底就会生了足大汉，安尼就对啦
过来咧，嘛要甲大家介绍一下吼，我种的即个姜吼，嘛生了足大丛啊，安尼就对啊吼。这叶仔咧，直生，安尼就对。所以讲咧，拢甲大家分享一下哦。欢迎吼，咱即个 HAO 大大欢迎来一起来分享即个武汉的电台。偶像哦，这个是啥物人？竟然叫个偶像吼？是我熟悉的朋友嘛？也是讲咧当下起来咱这个武汉的电台多好存着的吼。感恩你的分享哦，嘛感恩你咧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起来吼。讲偶像吼不敢当啦吼，感恩你。过来咧，嘛是要甲大家所做分享一下吼，即个姜咧，若生即个叶啊吼，咱着莫食，咱着甲放咧吼，做一个即个观察吼，伊会当生了足长诶，安尼着对吼。所以讲咧，我愈种吼愈欢喜安尼啦。结果咧，有即个日照中心的即个赵福元吼，即个老师吼嘛讲咧，看我种甲遐欢喜吼，伊嘛想要种啦吼，想袂到吼，种即个姜啦，种即个洋葱哦。会传染着甲大家，安尼就对。结果咧，大家有够欢喜的啦！即个赵福员讲吼，我嘛要来种即个姜吼，想袂到吼，你知影甲即个鸭蛋安尼吼，甲沥干吼，甲放咧安尼尔吼。结果咧，哇，遮厉害安尼就对吼。我来看一下吼，即个。学到了吼，无毋对，咱即个呼噜吼，无毋对哦，咱即个洋葱咧，若甲浸一寡水吼，伊会甲你生大汉，会生紧出来哦。但是咧，爱记吼，即个水毋通压伤济，即个水迄浅浅啊就好，因为咧，伊下骹吼，你若用伤济会烂去，而且咧，即个洋葱尾吼会加足重。所以讲咧，我是逐工拢有甲换水哦。你若有想要种即个洋葱的吼，爱记吼，逐工拢甲换水一下吼，才袂即个臭去安尼就对。伊讲咧，即个吼小蘑菇讲吼，别台唱的有够差，不想听哦，甲你笑一下。所以咱的小蘑菇意思讲，咱这个武汉的电台吼，唱歌也阁算袂歹，安尼就对，敢是安尼。若是吼，帮我即个拍一个扑啊声，安尼就对啦。即个合作吼，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啦吼，嘛真好笑吼。对啊，所以讲咧，若收听别个电台啦、别台啦吼，各有各的千秋啦吼。凡说是专门咧做即个谈话性节目，安尼就对啦吼。欢迎咱即个雨禾，期待咱即个武汉的广播电台。对，无毋对吼，你若有想要种花啦吼，也是种树啊啦，也是讲吼，即个草莓季当下要出来啊吼，所以讲咧，你若想要种一下草莓，也是种一下啥吼，欢迎咧，咱线顶吼找咱即个皮筋儿小蘑菇吼，拢会当甲伊请教哦。皮筋儿小蘑菇，你敢有要甲你的即个脸书吼，也是啥物资讯吼，甲藏起来吼，大家熟悉一下吼。若有所有即个问题吼，就会当甲你问啦。也是讲咧，咱即个皮筋儿小蘑菇吼，会当加入咱即个赖群组内底吼，咱赖群组内底若甲你问讲，比如姜要怎么种啦，即个萝卜要怎么种啦，啥物物件若要安怎种吼，你会当甲大家回答一下，安尼就对吼。感谢咱即个金姐，期待咱即个武汉的广播电台。而且吼，甲大家分享一下吼，无细致咧吼，种一下段吼，开始有兴趣起来吼，当然即个萝卜头吼嘛，甲炸倒转来啊吼，过来咧，当然吼，后壁阁有即个马铃薯啦，伊讲即个栗子吼，栗子吼，咱即个小蘑菇，栗子要安怎种？栗子咧是应该咧，是应该爱甲偷开种。
也是咧要安怎种吼，我嘛真怀疑咧吼。如果咧若有即个栗子要安怎种，你若知影吼，甲阮讲一下安尼吼。因为咧，我甲摕倒转来了吼，我毋知要安怎种，安尼所以我先甲藏咧，安尼就对吼。真好笑吼，大家吼嘛介意起来吼，咱即个语涵的广播电台起来收听。那么感谢咱的策者吼，甲大家讲咧，伫咱即个推动歌戏的电台，会当得到安尼的温暖吼，互大家咧会当有一个温暖美好的暗暝哦。感恩咱的策者。你毋知影栗子要安怎种哦？甲大家讲一下笑话吼，等我啉一撮茶吼，来甲大家讲即个栗子的故事，嘛是我家己本身的笑话，安尼就对吼。我所看到咧，我的同事吼买一包栗子吼，我拄仔讲咧，即个栗子吼会当直接食嘛？安尼啦吼，伊讲伊青的呢，袂当直接食。我讲外口迄个糖炒栗子毋是会当直接食嘛？安尼吼，伊讲糖炒栗子或者糖炒栗子是因为有炒过，你这或者栗子是无炒过，安尼就对吼。我用大恍然大悟，我想讲，奇怪咧，我迄天是咧问啥物白痴问题，安尼就对吼。既然甲问讲吼，这当敢袂当直接食安尼吼？伊讲糖炒栗子迄是有炒过啦，所以讲咧，这或者栗子安尼就对吼。你看吼，这或者食米毋知米价啦吼，这个井底之蛙的故事吼。所以咧，马上去想到吼，甲大家所做分享一下，安尼就对吼。但是你安尼写吼，我嘛毋知要安怎念台语呢。栗子我毋知要安怎念台语，我讲实在的，我爱上网查者吼，听人即个正确的台语是啥，安尼就对吼。感恩大家起来收听语涵的广播电台，今仔广播咧到这为止就对吼。同款咱明仔咧暗时8点起来收听哦，再来甲大家广播一下吼。如果若有咱即个高雄的朋友咧，明仔暗时的7点吼，伫咱高雄即个中山堂的隔壁，即个户外广场吼，高雄左营中山堂的户外广场，有咱即个李进芳歌仔戏团吼所带来的即个戏吼，所以讲咧是免费的。去看哦，所以讲咧，大家吼明仔暗时咧7点吼，若有即个兴趣的话咧，会当去到咱即个左营的中山堂，即个户外剧场吼，会当所看咱即个李进芳的歌戏。当然咧，暗时8点咧，起来收听咱即个语涵的广播电台就对。明仔是咱即个国语的电台吼，听了较袂遐艰苦安尼就对吼。感恩大家起来收听语涵的广播电台，感恩你的按赞分享，伊共咧帮我关注的对。感恩大家节目最后咧，咱赶快来收听咱即个语涵广播电台所出的咱即个一路打金机的 CD 专辑。感恩大家，咱明仔空中再会。照片照片，我拢有照做，听你讲爱，免来了山。感恩咱的皮筋的小蘑菇，咱的心树，伊共咱的Joey大大，伊共咱线顶足侪好朋友哦，也有咱淑芬姐，咱有雨禾吼，伊共咱即个美琴姐、金姐起来收听咱即个语涵的广播电台，也有咱即个呼噜呼噜，也有 HO。
A O 大大，还有线顶足侪好朋友哦，感恩你的愿安安尼就对。明仔暗时8点个起来收听古涵的广播电台。哈巴斯，你要做啥？我要教死你！你自首。心惊当前看对爱，大家当唱一看开，想兵做事想摇摆，不要打落兵的心地界。来当兵做万斤之苦，抓定阿头来面做。哎呦，来这里去啊！当着我是拍金赛夫，定面相片啊，我当寸金。怪爱对我上帝的边个啦！别插嘴，乱讲，咱都无空间通参详。驸马今日上盖用，三打金鸡不通用。观众，你有想要看无？哇！怪爱，你太过分，两摆斗我够无够？你真歹心，你予我走，我要亲嘴甲惊到，予你过甲我门草。你还阁唔知悔改，想要看的，给我一摆扑啊声！哇！观众热烈扑啊声，金财宝满大厅，三打金鸡假是你这只狐狸精，过来小心，予你着车镜。公主做事理不明，言虽予人心头硬，动手甲死啊医生病，大可啉跳心无病。不怕挑衅，无将面。为爹娘啊，望千里，风风翻边啊，冲了去，分泪去灵啊来吃亏。大水风管难消去。金寿衣，驸马无够找情义，便可光阳平。